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释法哲言一。必是己，方利人，何以故也？己之诸皮，自难于解，如瞻己背，中弗所见，为外人颇观，己藏己过，乃人之常性。过甚，则或离而不愿同谋，是以得知其福绝，愧而求之，革得其德，方可利人，人皆敬之而助也。必须认识自己，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人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为什么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，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人呢？虽然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人，但有的人做的很多事情连动物都不如，有的人的本质可以说根本不是一个人的本质。因为有很多人都不了解自己，所以只有认识自己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。自己的错误、缺点，往往自己看不见，就是看见了，也会自己原谅自己，自己难于理解自己，因为人有个我执性在里面。就正如想看自己的背，不管你用尽一切办法，你的头也伸不过去看见你自己的背，而别人则往往很容易把你的背看得清清楚楚。对错误、缺点同样是如此，自己往往不容深发现，而局外人经常都会从各个方面暗暗地看到你的很多错误、缺点，加上为了讨得别人的喜欢，自己只得把自己的过失藏起来，以其遮盖，这就是人的常性。但是有的人做得很露骨，非常强硬、猛烈，因此称谓过甚。长此以往，别人就不愿意和你在一起同谋共事，就觉得你这个人太自私、太不好了。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、缺点，以惭愧心去求得之时，那么自己的格调自然就进入道德规范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真正成为一个人了。人们看到你的行为境界以后，自然就很尊重你，个个都敬你，而且愿意帮助你。因此是己才能利人，利人才能得到帮助，一切事事才能圆满。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哦。